仲量聯行指出，7月底整體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回落至12.8%，重返2023年12月錄得的水平，創下31個月以來的新低。整體寫字樓空置情況有所改善，主要受大部分分區市場空置率下降帶動，當中尖沙咀繼續維持相對較低的空置水平。中環表現跑贏其他主要商業區，按月空置率跌幅為各區之冠。該區空置率於7月底下跌0.8個百分點至8.0%，反映市場租賃交投持續活躍。仲量聯行香港商業部主管郭禮賢表示，香港寫字樓租賃市場於7月進一步回暖，錄得313000平方尺淨吸納量，其中金融機構、銀行及專業服務機構仍然是租賃需求的主要動力。單計過去1個月，10家基金中已有8家選擇落戶香港。我們預期此需求將繼續支持中環甲級寫字樓市場復甦。